第一回合已經開始啦！哇，一個掃腳，喂，一個3碼掃腳啊！一開始就，哇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保持距離，搞一個掃腳，喂，一個腰掃，帶嚟個腰掃，哇，尹子倫，哎呀，實的嘅腰掃啊！係啊，唔可以留腳㗎。喂，一拳一腳，好有功架。哇，尹子倫。係啊，兩個雖然係重量級拳手，但係咧相當靈活，好敏捷喎，走位，而且第一個回合，哇！同埋我見到阿子倫咧係好淡定，係啊，好淡定，佢表情管理非常好啊，係啊，應該訓練嘅時候有學埋嘅，練埋哦，原來係咁，好保持呼吸啊，呼吸節奏好緊要啊，組合啊！係啦，我見到 MTS 拳館嘅教練咧，非常肉緊，哎，好嘢，逼咗埋啦，哎呀，喂，一個腰掃，哇，犀利，哎，好嘢，哎，南方依然子倫保持上半身攻擊啊，真係喎，表情冇變過，係啊，冇變過，我哋從來都冇變過，同最尾影翻張相，好啊，好，前中後都影，喂 ，stop 咗。好，埋返位先。係啊，如果有裝備上嘅差池咧，就最好即刻舉手。咁啊，裁判會暫停賽事。好，繼續啦，比賽繼續。安全至上。哇，有個掃腳。好，好嘢。第一回合應該剩翻時間唔多啦。啊，唔好鬧，唔好鬧。唔可以翹手，亦都唔可以鬧腳㗎。好，最後10秒。唔好翹手，唔好鬧腳。右直拳，喂，掃腳，好淡定。係啊，好穩陣。第一回合結束。好嘢！哇，犀利啊！哇，阿成，你啊留意到人哋表情管理啊？表情管理大。我就留意到咧，哇！頭先隻腳踢咗埋身嘅時候咧，可以踢落個 pad 咁樣喎，好勁喎！係啊，佢身體管理做得好好啊！內置緩衝區。係啊，好犀利啊！係啊。哇！所以見到佢哋咧，即係第一回合互相喺度了解啊，係刻意嘅，係練翻嚟，練翻嚟，練翻嚟。好啊！睇第二回合經過咗教練嘅調節之後咧，會有乜嘢嘅唔同啦？頭先咧見到咧就係即係嚟自 MTS 嘅進號咧就比較進攻攻勢咧係比較 aggressive 啲嘅，同埋多啲係拳啦，多啲拳，冇錯。咁啊，但係子浩咧就係非常淡定咁樣慢慢回翻轉頭嘅，跟住就掃佢一下腰啊！紅方都係非常之有功架，係非常之有 form 㗎。啊，子倫同埋進浩，第二回合開始，哇！一個後重拳啊，喂，一個 jab，係後直都係，好嘢，喂，南方不斷揾機會後直，但係紅方都冇放過佢啊！喂，犀利啊！兩邊真係搏拳啊！哇 ！stop 咗，好埋邊，係啊，唔可以錘仔，可以錘仔揼㗎，唔可以錘仔揼，要用翻前面嘅拳風啊！哇！一嚟就搏，喂，熱烈啦！停都冇停，嚟啦！誇張啊！同埋你想象到佢哋嘅重量好重啊，會轉嫁成為拳頭，好嘢！所以每一拳都係好重噶，絕對係哇！而家再係第二回合嘅上半時間，哇，好嘢！哇，而家第二回合應該過咗一半到啦。哇，兩個三個 jab，一個直拳睇住嚟食啊！掂啊！喂，南方，哇，一個掃腳，好嘢，一個失誤，哎呀，補翻腳，好嘢！依然保持進攻意識啊，好厲害啊！喂，有冇留意啊？表情都係冇變嘅喎。係啊！喂，好嘢喎！呢下子倫犀利，哎呀，好嘢！一個掃腳，保持距離，再掃。有啊，進浩3掃。哎呀，進浩不斷拳，連翻拳，唔好打後腦啊！南方都係上半身嘅攻擊為主啊！可以繼續進攻啊！喂，嚟啦喂！一個
低好，數。第二回合應該時間剩翻冇多啦。南方想保持距離。好，最後10秒，10秒。好，睇住啦，時間冇乜嘅啦。好，幫埋佢，幫埋佢。夠鐘，夠鐘，喂，掌聲唔該。哇，紅方咧令我諗起一套動漫啊，係版本日常啊，有人睇過？嗰個傳說中嘅殺手退咗休之後咧，依然都係唔需要表情就可以。雖然我唔知你講邊個動漫，但係一定係非常之熱血同埋精彩嘅。係好熱血，我好肯定啊！好厲害啊！一定係嗰啲拳王亞修羅嗰啲嘅另外一個版本嚟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喜劇嚟㗎都係。但係頭先佢哋兩個都係非常靈活啊，拳拳到肉。好啊，我哋再俾掌聲佢哋，預備去第3回合嘅賽事。係咪想像唔到中佢哋一拳咧？應該真係嚟一試一試，飛出門口啊！真係。一陣間我哋排隊喺嗰度。佢哋中咗對方好多拳，真係好厲害。好犀利啊！好，助手離場，助手離場，助手離場。最後一個回合，精彩嘅賽事即將開始。 Final round，子倫對阿俊豪。Let's go！哎呀，好嘢！哇，俊豪繼續舉嗰個連環拳嘅攻勢。係啊，係咁連環拳。好子，哎呀，好嘢！哎呀，子倫回翻腳。一個腰數。哎，哇！呢個唔好拳套拍。我呢個係呢個。哎，好嘢！哎，都係腰數。哎，哇！子倫係咁腰數。哇！俊豪完全唔理佢腳嘅攻擊，淨係拳嘅攻擊。哇！哇！喂，阿子倫就唔理佢拳嘅攻擊，淨係腳嘅攻擊。哇！係咁向前。好嘢！加油啊！俊豪，加油啊！子倫，低手高手，打佢！好厲害啊！好厲害喎！冇停過。係啊，開始停啦，原來。最拳最哇！有一個好重嘅腰數啊！你話停啊，即刻一嘢腳啊！依然南方繼續穩。嚟啦！喂呀，好嘢！係啦，大家都俊豪加油，俊豪！但係一條整超級物再嚟攻擊啦！俊豪，俊豪好想埋身，子倫不斷用腳嚟保持距離。哇！又用腳，一個直鏟有力。喂！哎，好嘢，好嘢！一轉咗兩個方法，即刻攻咗入去啊！最尾剩翻最後嘅時間啦，子倫同埋博進無悔啊！無悔！打埋佢！博進無悔啊！哇！我哋一齊為佢打氣！贏佢！最後啦！最後10秒，喂，10秒鐘！堅持埋佢啊！兩個已經博進喺度慢慢出拳啦，比賽結束。哇！好攰啊！好攰啊！哇！睇住佢哋咁攰，我都好攰啊！哇！我佢慢慢哋喺度游水咁樣打，已經變咗做唔係啊，係我哋睇耐咗之後，我哋適應咗佢嗰個拳速。OK。係啊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，係好有意志力，好犀利，捱到最尾一刻啊！好好啊！哇！所以呢次哇拳賽真係即係賺人熱淚啊！就係唔放棄嘅精神，非常好啊！子倫打到最後一秒。唉，哇！絕對辛苦，絕對辛苦。你企晒6分鐘，周圍走，你都辛苦啊！好，裁判有咗結果啦，裁判一致決定紅方勝。紅方。係啊，唔係精彩，精彩，精彩啊！兩個都打得好好，非常好，好盡晒努力啊！捱到最後一秒，所以我覺得拳賽咧好睇在，大家都好想佢盡到最後一秒，而自己都好想，所以咧係一場大家一齊打。